大家好，又係關師傅玄學世界嘅時候啦。講起嗰個上次未講完嘅話題，因為啲徒弟助手就話：喂，上次你開胃菜啫，係啦，正式未講嘅，不如講下解夢嘅內容啦。咁我話佢俾幾個問題啊。第一個問題就係，如果一直重複發嘅夢有冇咩特別意義咧？又或者係喺個夢境裏邊嗰件事一直重複發生，又有冇咩特別意義咧？有人講啦，白日夢經常同靈感有關，咁究竟件事係咪屬實咧？有啲其他嘅時間有啲夢境咁，如下日頭突然間瞓着咗，又唔係白日夢啦，咁發咗個夢，同喺夜晚嗰啲時間發嘅夢有冇分別咧？咁逐個講。夢嘅夢境解夢咧，其實就有人淨係睇周公解夢嘅，咁或者啲外國有夢境研究嘅書咧，咁但係夢係一件好特別嘅事情嚟嘅，因為同潛意識有關，咁亦都同你一啲我哋未知嘅嘢有關，所以夢境出嚟代表乜嘢咧？係好睇狀況嘅，即係如果你嗰個夢境係，如果你個人冇好刻意去記住某啲嘢，或者以前冇乜特別嘅經驗，呢件事喺你個角度嚟講唔多會發生嘅，即係例如有個知名嘅預言家預言咗呢個海難，佢嘅人生應該冇乜遇過海難嘅，除非佢有俾人即個發夢之前有俾人講過啲故事，佢好深刻，所以嗰啲意識就喺嗰個時間走翻出嚟。如果唔係，基本上嗰個係預知夢嘅機會比較大嘅。咁今日唔講呢樣嘢先啦，今日講一直發生嘅嘢。咁最容易去解釋呢件事咧，就係唔知大家有冇試過發夢一直去排隊去廁所，一直排唔到入去，一直喺度排，一直喺度排。咁咧，通常如果有呢啲夢嘅啲時候，嗰啲人咧，通常都係佢嗰分鐘，佢嗰個身體同佢講話你要去廁所，個機會高啲嘅。咁嗰個時間就通常就會因為突然間可能會唔知咩原因啦，可能排咗好耐隊去廁所，好急嘅時間，終於發覺忍唔住要去廁所嘅時間，人醒佢真係要去廁所啦。咁但係我有啲朋友會講嘅，佢成日都會有陣時係咩咧？會兩個情況經常發生嘅就係不停下樓梯，一係上樓梯，一係落樓梯。另外一個就不停揾路，例如喺個樹林裏邊迷失咗，不停揾左揾右揾，左揾右揾。呢啲就比較同預知冇關係嘅，除非你即係預知自己蕩失路嘅啫。如果唔係，基本上人生咧喺呢啲狀況就係你嘅人生有啲特定嘅規限規範，你冇打破到。可能你覺得你嘅人生依家現時嘅境界會比較差啲，你嘅人生依家境界可能受限，實突破唔到，又或者你同屋企人嘅關係會比較差。喺呢啲時間，你通常就會係一個不停輪迴嘅夢，即係你嗰個境況不停咁樣發生，但係你唔知點樣走來走去。咁亦都我有見過有朋友喺個喪偶啊，喪偶嘅時間夜晚就會係不停某啲情節會不停發生，咁啲夢我諗發咗佢據佢講有2-3年啦。咁呢啲就係同佢走唔出某個狀況有啲關係，咁所以變咗就係個潛意識或者即係個自己裏邊心底裏啲有啲信息話俾你聽，你要走出嚟，但係你又唔知點做，所以呢啲情況就可能係未必提你，可能係或者某啲其他界別提你，可能你自己需要處理某啲問題嘅機會多啲，咁可以揾下心理輔導學家做下啲心理輔導，咁呢啲可能會幫你解決呢個問題。咁當然啦，會唔會話同其他有關？唔排除，但係所以解夢其實係一個比較複雜嘅嘢嚟嘅，即係要睇整體，問咗好多資料，先至可以排除呢一個係一個預示夢啦，定係一個係本身你自己潛意識反應嘅一個夢。咁另一方面就係啲人就話：喂，咁白日夢同其他發夢有冇關係？其實發夢同時間段有關係嘅。時間段就係咩時間段嘅人係最容易深層睡眠嘅咧？深層睡眠嘅時間咧，所有器官都放鬆啦，但係當然除咗心臟啊，同埋呼吸啦，OK。咁但係呢一個人就係會喺嗰個時間咧，比較容易喺潛意識上邊走翻出嚟。喺潛意識上邊咧，我哋會講你有時有啲細個嘅經歷，或者有啲信息未被清楚去理解同埋釋放嘅時間咧，喺呢個時間就會出嚟啦。啲人就會話可能係個時間比較接近醒之前啊。通常佢話大約可能3點到5點發嘅夢咧，
預示性會比較高啲。亦都咁講，因為如果大家有研究睡眠嘅咧，通常深層睡眠大多數人咧會比較幾時發生咧？深層睡眠通常喺自己瞓覺嘅前半段出現多啲嘅。咁呢個時間就會比較自己嗰個意識，自己喺潛意識裏邊嘅嘢走出嚟多啲。咁如果你話喂，我瞓覺瞓醒之前有啲我平時意識冇特別有嘅嘢，嗰個時間出嚟嘅嘢咧，係預示夢嘅機會大啲。咁所以變咗就有人就話做白日夢同靈感有關。就我諗呢個靈感，如果你突然間瞓着咧，呢一個你好難去到深層睡眠，又好難去到自己一個比較清明嘅狀態。因為你通常你人喺正常狀態之下咧，嘅左腦發生控制嘅機會比較高，咁即係嗰個所謂你自己嘅意識，所謂理性去處理。咁只係咩時間右腦，即係講緊比較直覺、感官、創造力強嘅地方，會控制得比較多咧，就係你瞓緊覺嘅時間，尤其你係淺層啱啱睡眠。咁白日夢有冇關係咧？白日夢即係你除非你個人嘅性格或者本身都好。係啦，好右腦啦，所以變咗你白日夢都會出現呢件事嘅。如果唔係，基本上個靈感好少喺嗰個時間突然間出現，除非你喺嗰個時間突然間瞓得都比較深入，係啦，咁跟住完全失去晒所有左腦嘅控制，即係講緊你右邊理性嗰邊咧，咁先至會有發生呢件事。咁如果唔係，基本上咧就比較唔係咁，所以變咗。白日夢同靈感有關，就通常係某啲人嘅性格。如果唔係，一般嚟講，瞓覺有啲人會夢到某啲嘢，或者可能控制能力比較強，可以瞓覺時間利用自己嘅右腦嘅人咧，喺呢個時間做到一啲靈感有關嘅嘢，機會比較高啲。不過呢啲人都唔係多數，即係其實都係少數，因為始終大家喺好多時喺做發夢嘅時間咧，控制唔到自己發夢方向嘅人比較高啲嘅，即係你話可以發夢知道自己發夢改夢境嘅人咧，理論上佢個思維能力，又或者直覺能力，又或者自己嘅控制能力會比較高。上邊啲人咧，西藏啊啲所謂啲瑜伽士或者啲西藏嘅喇嘛咧，佢哋有所謂夢瑜伽，就講下發清明夢嘅時間，就希望喺夢裏邊我可以轉場景，呢個場景唔係好理想，我 shit 咁我轉另一場景。一般平常普通我哋嘅人比較難做到，咁但係話唔係我想訓練，上次講過啦，你訓練自己發夢嘅時間係嘛，12點嘅嘈醒自己一次，到12點又習慣咗啦，你再了解嘅時間2點鐘又嘈醒自己，可能10日8日咁，跟住又再試下研究下，你4點鐘又嘈醒自己，跟住到可能到咁上下啦，你又到6點鐘再嘈醒自己，睇下你發嘅夢有冇分別，即係你記住喎。瞓醒覺第一件事係乜都唔好做，因為通常你發現夢去完個廁所，或者你唔知諗完咩之後，嗰件事又冇咗啦。第一時間你嘅手機喺隔離，當然啦，有人話手機瞓喺隔離唔係好健康，不過呢個就後話啦嚇。咁你嗰分鐘就記錄咗自己你個夢境大約係發生乜嘢，你寫翻低，跟住有咗理解你自己發夢嘅內容、發夢嘅模式同埋發夢大約環繞啲乜嘢，跟住再可能係下一段嘅時間咧研究下。自己喺夢境當中可唔可以嘗試改變自己嘅場景？因為通常你改變咗之後，自己都唔記得㗎啦。如果你發夢到咁上下，自然醒之後，咁所以變咗你想知道自己可唔可以控制夢境咧？唯有係嗰個方法啦。咦，點可能10點瞓啦，12點嘈醒自己一次，係啊，跟住再遲啲可能2點零鐘又嘈醒自己一次，繼而研究自己可唔可以自己控制自己嘅夢境。有人得嘅。我係識，但係用咗好長時間嘅訓練，即係呢樣嘢係咪有啲效果我唔知，但佢淨係可以知道某程度上有陣時佢可以控制夢境，即係例如轉變個喂，發緊呢個噩夢唔係幾好，我唔係幾開心咁轉，咁但係可唔可以令自己完全控制嘅夢境咧？暫時我識嘅都未有人做到嘅。OK，所以夢瑜伽即係我未去過西藏住過，又未出過家，我唔肯定啲喇嘛有冇人做到，但係。我覺得呢件事係難嘅，咁啊後啦，咁啊有少少時間都想講，有人話打坐嘅時間其實同我發夢有冇分別嘅？打坐嘅時間妄想嘅機會高啲嘅，所以我話啲人成日話打坐夢到一啲夢見到一啲嘢咧，係唔啱嘅機會高一啲嘅，即係佢自己幻想嘅嘢嘅機會高啲嘅。咁點樣引證嗰個時間係真定假？第一件事有人話喂。我發夢嘅時間，嗰個夢嘅打坐嘅時間好身歷其境啊，好真切嘅。但係都有機會自己嘅想像好真切，因為你清醒㗎嘛，清醒你想像啲所謂啲色香味觸法，全部都梗係好真實啦，係咪？你冇都補救佢啦。
咁但係如果你話唔係喎，我都想知嘅，咁你覺得嗰件事你有冇乜特別之前嘅一啲咁嘅感應或者咁嘅經歷，佢唔會你覺得唔會塑造翻咁嘅夢境？咁你可以用啲比較啲，我哋都 V 往嘅方法啦。有人抽牌啦、開卦啦，有人可能就係求籤又好，又或者你去問杯又好。總之件事可以稍為引證到你嘅夢係咪真實，同埋同你一啲自己身處緊嘅關係。一啲人物有冇關聯？如果有關聯，有啲特別嘅嘢你解釋唔到，經過呢個夢境你解釋到嘅，咁你可以當呢個夢境係真實性嘅機會比較高嘅。佢解釋咗某啲嘢，令到你可能個人舒暢咗、釋懷咗，都何樂而不為呢？咁啊，今日大致上講住咁多先，有機會再同大家再探討下夢境嘅問題。拜拜。